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浪港台语安尼写浪港，华语的逃跑开溜，台语就是浪港。毋是有国家咧烧战，讲即个相拍进程，当地好野人，有诶坐私人的飞机，有诶坐包机，拢成浪港咯。有一句古早话讲下做阿婆啊浪港，更加会当体会到迄种无顾到体面，要赶紧选、赶紧落跑的状况。讲当年清朝签这个马关条约，日本要来接受到台湾，镇守台南的乌旗军的统领刘永福，为着要来闪避到日本军的追捕，就打扮做一个阿婆，坐船来绕跑，啊，佫真正互平安走过手。尾啊，这个台湾民间，若要形容人安尼风风光光来绕跑，就会讲阿婆啊浪港。啊，另外一种的状况。这若是一大群人就做伙食饭，你要先来离开，嘛会当讲歹势哦。我阿婆啊浪港要先走咯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浪港实在真趣味。